大欖涌巴士總站起步，經天后廟到大欖雷達站，接上灰路。途經一塊小波板。今日海天一色，天氣炎熱。到達雷達站，往石屎路馬路方向走，再爬上樓梯，接上灰路，回望雷達站，遠望目標大欖角波板，覓路下走至波板底，須穿林，來到波板的底部。石面粗糙，不難攀上。回望大欖角波板由幾塊大波板組成，又名波板搶浪。原本今日會去其他地方，但是天氣實在太熱，便改在大欖角附近尋覓好玩的攀爬。大欖角波板範圍很大，隊友說是玩這裡，可是我總是爬不到頂，嘴裡暗罵這不是人玩的，可是隊友卻能徒手爬上，這根本是超人，爬不到。唯有在另一邊攀上再會合隊友。隊友建議去另一塊波板，這塊是位於波板搶廊裡最底的一塊，是最長最直，難度亦是最高的，下望頗直。留影，離開波板往左邊尋覓其他好玩的。有點企，玩這塊難度亦很高呢。玩吧，繼續往上走。林頂的這塊波板不難攀上，但用來影合照很不錯。完成今日的波板搶浪，覓路接上灰路。下一站是去嘉龍石室。先往224山頭走，路經駱駝石，往嘉龍石室方向走。灰路路背清晰，3層石，下面有個石室，可以通往另一邊，需要用電筒照明，通過狹窄的通道。離開3層石室，再到嘉龍石室。石室裡面沒什麼特別，再進入旁邊的另一個石室。這通道很短，原來是一個掘頭洞。留影，逐根灰路落山，又途經一個很淺的地洞，跟灰路往大欖涌村方向走，途經豬八怪石、企鵝石。今日日落又大又圓，回程的路雖上上落落，繼續沿房山泥傾瀉網邊走至青山公路、屯門公路轉車站散。